铁基酒，个上真性嘅土地内红比下，但是去年流屋新火房开工嘅情形，经过8个月嘅时间，火房嘅工程总算起好，嘛代表流屋人是快为是转不卡咧。我大啊，有限就从咧降到两樓下，降到兩大啊。咱要派下吼，佮當少年啊，跟其他抓去配付呀，安可能啦，可能性當高安尼。因為大頭量關切咧，那真多天氣頭量有恢復到將來，重新個起過，大家嘛希望個到將來。石岡鄉土牛村本來有2處流屋火房，但是舊年嘅鐵通嘅時節總係裁撇咧。而這間新火房唔是我公社嘅素材，是係有200萬年歷史嘅老火房，由咖啡會同舊年節重建會嘅天數年體年長起做客家文化館。流屋要發到結合公部門，結合了土牛客家文化館個起來是，等到時代發揚流屋做起對他哋過來太普嘅文化重新個起起來。老火房有公部門嘅天數，宣示重建，不過200萬年歷史嘅流屋新火房是較麻煩嘅，因為關係到流屋人未來帶嘅問題，唔單止大家自己冇向款，重建嘅經費嘛自家去請，經過大合將先起好工程。因那個工程上啊用樂建啊，都隨意，大家都1萬2萬或者10幾萬20萬都可以，不是的啦。公天期待是他自家總是要按一心安啦，對祖先有一個交代。唔過重建嘅新火房，因為希望接待更加多人，建築唔係傳統式嘅，係現代式嘅火房。也是講工程從所有嘅房間，總會變做父母呢同鐵筋做嘅量產樓建築。希望呢，鐵通了後離開火房嘅子孫呢，總係時代佢將來過來起重建，過來帶。呢個部分呢，按上呢，來規劃做一個現代化三合院。石岡本來有32處客家火房，但是舊年鐵通裁撇28處，其中流屋火房係最有代表性嘅。底下呢2間流屋火房已經陸續重建，未代表石岡鄉嘅重建工作個完成之後呢。客家新聞李成龍台中報道。